當個小朋友喺貧窮嘅伯利恆出世嗰陣，希律王仲係充滿計劃，從遠東來到尋求他嘅人，跟住一隻奇怪嘅星星喺夜晚嘅黑暗中，佢哋問猶太人嘅新生往係邊度？我哋嚟咗敬拜佢。英雄和耶路撒冷突然陷入困境，聽到新人嘅名，喺佢哋嘅權力同權威之中，古代嘅預言完然地呼應住小伯利恆。以色列統治者出生嘅地方，我係萬國之光，跟隨我嘅人永遠都唔會喺黑暗中，星星會引導好多人嘅生活，低頭敬拜降臨地球嘅愛。暗地裏召喚智者，問佢哋直升機點會出現，呃佢哋去伯利恆仔細搜尋，當你揾到個小朋友話我知，睇下星星喺佢哋之前行過，停喺個小朋友度，佢哋嘅歡樂係無比嘅。見到個小朋友同瑪利亞三個王跪低肩跪別，喺夜晚嘅夢入面，主細細聲咁講，唔好轉返舊路去迎接我。佢哋就另一條路帶嚟光，為所有國家遍佈山崗。主係所有人嘅光，跟隨佢嘅人就會得到平安。當年嘅星星仲照耀住今生，